就这几天在承德这边最大的感受是去避暑山庄，那里面我们是真正的亲眼见到了曾经皇帝康熙是一个度假的一个地方。而在里面其实我们还见到了北京条约的签订的一个区块，其实你能真正的意义上了解到历史。因为在承德在以前他们是没有什么人居住的，自从皇帝来这边，承德才开始有所发展。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性的一个改变的地方，就是它签订了我们中國歷史性的一些文件，它也是割讓我們香港在九龍半島這些區塊的地方，而這就是我在承德這邊最大的感受。博物館入邊呢，我就感覺到有一啲跨國界嘅例如一啲動物嘅化石啦，我唔知有冇聞到係原來中國都有咯。我第一眼以為係長毛象嘅牙啦，長毛象係咪慢慢咁樣變咗一個牛仔咁樣，就覺得好得意啦。植物呢樣嘢呢係每個地方都有嘅，到而家可能都會有所傳承啦。咁佢畫得好 Q 啦，跟住我就覺得古人同我哋都一樣，都係咁有童趣嘅。喺香港過到嚟北京咧，去拜訪科大訊飛，令到我大開眼界。平時覺得香港嘅發展已經尤其是科技方面嘅已經成熟啦。今日嚟到去參觀咗 AI 嘅龍頭咧，我覺得係一個好震撼嘅事。咁頭先我啱啱試咗佢哋嘅一個語音系統啦，語音嘅識別，其實就好絲滑嘅，亦都係見到係基本上係冇誤差。唔同嘅應用啦，醫療啦，可能汽車啊呢啲嘅應用咧，係已經好全面、好廣泛。嚟緊嘅 AI 趨勢咧係越嚟越迅速啦。我哋香港人咧其實都想把握啲嘅機會，將呢啲嘅應用或者係呢啲技術，睇下點樣可以喺香港嗰邊咧可以結合，可以有更好嘅發展咯。好多謝明慧智庫啦，今日嚟咗呢度參觀中關村，咁咧其中一個我覺得好有興趣同埋印象深刻嘅咧，就係呢一個天宮機械人。咁其實點解我會咁感慨咧？因為我覺得舊時咧就有一個嘅工業革命啦。咁依家咧，我覺得就係全方位，我哋嘅國家，我哋嘅科技發展咧，都係進入一個質的飛躍嘅地步。咁所以咧，我覺得好榮幸作為其中一個見證住呢個嘅人工智能 AI 嘅一個革命嘅時代嘅年輕人。咁同咧，我哋上咗呢個鄧陽博士關於呢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啦。咁我自己博士研究嘅方向咧，亦都得到好多關於研究方向嘅啟發啦，同埋想法。因為咧，我哋中國啦會有好多嘅區域發展啦。咁呢個課堂上面咧，亦都得到好多啟發，有幫助咧我之後嘅研究。希望咧，我哋香港青年啦，將我哋呢個課堂上面所學啦，貢獻香港啦，為呢個更好嘅香港努力，為更好嘅祖國努力。站在莊嚴肅穆的紀念館前，仿佛1931年的歷史重現眼前，心情久久不能平復。現在的和平來之不易，大家更需要努力的學習，珍惜當下，勿忘國恥，強我中華。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